林毅我也会杀的，我可以也把你给杀了，臭婆娘！继续说下去。他们虽然合力制服了大灰狼，不过那个大灰狼就是不愿离开，不管朱大哥用尽所有方法，那个大灰狼就是怎么也不愿意离开。于是，那两兄妹最后就商量，他们商量为他们的朋友小猫女报仇，他们就决定点了一把火，将整间大屋烧掉。3只小猪，还有那个大灰狼，就这样葬身火海。这个就是我的3只小猪的故事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你自己的故事。3号，你是个有严重人格分裂症的人。我承认，我的确是有病。但你可以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到底谁才是正常，谁才是疯狂吗？我也终于明白3只小猪真正的含义了。你是一个寂寞的人，你从小就有个不愉快的童年，所以你的心底创造出一个女孩子，一个温柔、体贴，能安慰你、说服你，甚至能让你继续躲下去的一个人。而这个女孩，就是现在出现在你身上排行第3的朱小妹。朱小妹的出现，让你一时间取得了平衡。但由于你们2个太过于善良了，善良到一定程度，很容易被人家欺负。你们需要一个人来保护。这个时候，就创造出另外一个，也就是你刚刚所谓的很凶悍的朱大哥。但是朱大哥的脾气实在太大了，他根本没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生存，所以你压抑着朱大哥的个性，带着2哥以及3妹，到了马来西亚。在马来西亚，你结识了你的女朋友，也就是你所说的小猫女。你们住在一起，你甚至让她发现你内心有个女孩子的个性。你们本来可以一直生活下去，但这个时候，朱大哥回来了。朱大哥不单指自己回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个更凶残的角色——大野狼。朱大哥和大野狼没有办法容忍有任何人知道你们的秘密，所以他们2个把你的女朋友给杀了。朱大哥与大野狼潜逃回来，这个时候，朱2哥终于拿回了身体上的主权。他相当后悔，他甚至故意让警察抓到自己，希望用法律的制裁能够消除内心的内疚。3号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李诗慧，你跟我说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啊，关你什么事？朱大哥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李医生，李医生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你以为天心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就是因为他有看穿你内心的能力。在西方艺术史上，鸡蛋代表灵魂的图腾，只不过我还不够聪明，发现的太晚。怎么了？我有一点不舒服。快送他回去。来，小心点。
李医生，既然你现在都知道了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会把你的精神报告交给警方，但至于他们怎么做，我控制不了。李医生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好不好啊？什么事？你就跟他们说，我没有精神病，我是个正常人。我多想像一个正常人那样，接受法律应有的制裁。我不可以让他们逍遥法外的。对不起，这样违反了我的职业操守。而且我真的不希望你被这种多重人格折磨下去。你需要的是治疗。李医生，我们两兄妹求求你，求你了。你就是李医生吧？关你什么事啊，臭婆娘！你就是那个李医生吗？是啊，他女朋友就是我杀的，那又如何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以为是圣人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我也会杀的。我可以也把你给杀了，臭婆娘！走。小心！先喝点水。现在好多了，刚刚真的很头痛。最近是不是常常这样头疼？上次我不是打伤了张先生吗？其实，在我打伤他之前，就出现了这样的头疼，接着我就好像失控了似的。我现在去告诉表姐，让她想想办法。你等我下。不要走。可是你这么不舒服，我们要想个办法才行啊。我不想管，我只知道我现在不想留在这里，我想快点走。我知道。刚刚3号住的那间房，是不是就是用来困住我这样的病人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，知道吗？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如果我被判有精神病，我又有袭击人的记录，他们一定会把我送到那里去的，一定会的。我不想在那里。高凯，你要答应我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带我离开这里，知不知道？一定要。我答应你。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。